今日咱先來關心日本甲菲律賓啟動經濟海峽界線的談判，這範圍牽連台灣東部的海峽。中國趁這個勢，想一寡有空無順的，竟然是派船要過來海頂執法。咱的陸委會是批評中國根本是咧起無空，食台灣的豆腐，破壞區域的安全。中國海警船35抗擊最高撞入台灣東沙限制水峽，抑個中國海洋調查船海事路6號隨日預告設立咱東沙水峽，連續2天清了，海巡派巡河9號加高雄艦來趕。你未經許可進入我方水域，你的行為恰好證明中國的和平是一個騙局。海巡講，這是中國調查船第一遍甲海警船聯合佇咱東沙限制水峽半浪。海警船被趕的時陣，抑閣講台灣前途佇咧國家統一，咱海巡唔驚半浪，並行監控，強勢驅趕。對日本甲菲律賓佇咧進行專屬經濟海峽 EEZ 外界談判，中國交通運輸部講要佇台灣的東部海峽進行海上交通專項執法行動，按算6月初7會當到相關海峽。海巡署嚴正駁斥中國佇台灣東部海峽無任何主權權利，部署了必要海巡艦艇，妥適對應。中國公務船目前全程沒有進到我國限制水域內，台灣周邊海域船舶維持正常航行。台灣轉向面向海洋，走向全世界，不必守在這邊的中國大陸。台灣一定要成為印太地區和平穩定關鍵的力量。陸委會批評中國將機會推撒一中原則，用海警船行動對台灣進行附屬地帶侵擾，破壞區域的安全。在台灣東部海域並不是中國執法範圍哦，那他們現在要用一中原則去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，可能就是變成從過去用口號，然後想要吃我們的豆腐，那現在變成是要具體來做出更進一步的這種行動來挑釁哦。陸委會強調，主權甲期權不容干擾，台灣會繼續甲日本、菲律賓保持良好溝通，也嚴正呼籲中共唔通借勢惹事，真濟破壞兩岸關係、台海穩定加第一島鏈和平的麻煩製造者，愛冷靜用外交方式進行談判加協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